六王。臣妾给太后快请安。起来，免得动了胎气。皇上走后啊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总担心你出事儿。要知道，你怀的可是龙种啊！太后您多虑了，臣妾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就好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另外，不管谁送你什么东西，都不要随便乱吃。也不要轻易让太医诊脉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什么人？大胆妖孽！来人呀！你擦过了？没有，这把剑上没有任何血迹。但是臣记得，这一剑明明刺到他身上。我也看到了，所以你才拿不住他。那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？他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进来。是。南书房除了这一幅，还有别的仕女图吗？回太后，奴才对南书房的字画了如指掌，就这么一幅了。我知道了。皇后娘娘，这是西域进贡的水果，放下吧。这皇上都回不来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下去吧。是。出来吧，以后啊，我们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一定回不来了。他打胜仗，我让他死在自己人手里，败了
正好借瓦剌之手除了他。还有那么多亲王啊，宝座未必会落在你六王手上。何况令妃肚子里的孩子，要是龙种了，所以呀，本王就需要你帮我找到那样东西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礼妃宫中。神鼎必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六王，于大人可知，紫鬼妹却不是一般人。哦，是何人呢？丽妃。丽妃当初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，死后多年再次惊扰宫中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呐。接太后口谕，令你前往三清观，请清虚道长入宫。老奴领旨。敢问公公，怎么太后突然想起要我去请清虚道长入宫呢？哎呀，小点声，宫里出事了。啊，陶公公，知道吧？知道。那陶公公可知道这扰乱后宫的女鬼吗？谁呀？这个人来历非同小可呀，你我原来还和他有过渊源呢。谁呀？李妃。哎，快追快追！别人跑了，快快快，这边，快快！哎，跑什么跑？往哪儿跑？我哭啊！这哭的什么东西啊？梨花带泪那种，你会不会啊？不准哭，给我笑。不是，他刚才让我哭的，他说听我的，要不然我把你现在的样子给你的云儿看。哎，哭啊！哭，笑，哭，笑，干嘛呢？笑，快走快走！哎呀，小蘑菇，记住，吃亏是福。对，吃亏是福，道理都是你讲的，罪都是我造的。我不要当狗，我要做大侠。住口！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句话千万不要随便乱说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保不了你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我今天受了委屈，你得补偿我，我不想吃糖了。要不我带你出宫玩去？带我出宫？带我出宫？小老头儿，去哪儿呢？我们太后叫我出宫去找仙人。找仙人？